青仔厝里嘛有囡仔伫北部，早就想要有电话，因某才会先甲庄里种人参详，爱互青姨一寡利头。庄里也无阁有啥人肯做里长，就开一个条件，甲青姨讲：你也免惊三顿无通食，做里长了后，就是管员的官，原应该爱饲你，管规庄照轮，你一顿食一口罩，敢无比扛大厝较赢？庄里嘛无讲定定有人死，你若下愿人死，嘛是歹心独行，你想看觅咧？世间敢有比这较好诶代志？互人高招出来选里长，免开到半仙钱无当紧，搁三顿拢有人款待。青姨啊，这世人毋捌遐好工过，心肝内明明真欢喜，要是假无意，勉强答应。经过探听了后，桥仔头人即届里长人选是邝友行何先的因后生，拄位都市转来，有读过工专，是地方栽培未来要做县议员的青年。何先的做过3届里长兼2任镇民代表，县议员落选了后，就无插政治。问这个后生会当为伊出气一个，再用里长做初步的舞台。庄里的人去高正何先的，讲一摆宁愿做一个，电线线砍落，后任就搁行因做。何先的讲伊属事不插，爱直接甲少年人参详。因后生说应讲，恁简单为了电话省淡薄仔钱尔，我是为咱地方建设咧考虑的。即届我若无做里长，就搁签4年，安尼敢有理？选举是民主制度，毋是我规定的。若法度，恁家己做一理；若无，就是爱甲我竞选。话讲到遮，就做伊入去。做伙去高正伊的4、5个人，看即个少年人遐磕头，也真生气。感觉是都市要食善庄，一声无甲伊拼，即庄就会互人看无目地，无选袂使啊！再来里长选举，拢简单一个候选人尔，投票率定着低。庄里是讲，阮人虽然有较少，毋过若逐个拢去转票，因桥仔头人大部分拢袂去投票，搁有诶生意人会互咱高正得，算起来嘛毋是一定输，就替青衣办手续登记，正式做候选人。即摆是德维啊开庄以来头一摆诶庄民大团结，到投票权诶囡仔拢欢呼好势，既然无论安怎，拢一定爱转来投票，一票都袂甘你拍交落去。去家里买物件，拢搁特别甲头家交代，嘛有人甲家里人有亲情关系，就去运动关系，无宣传车，无印宣传品，嘛无啥物演讲会。外地逐户拢是熟悉人，搁真正有寡选战的气氛。迄天开票嘛真紧张，2个选5分。即阵有选举权的是142人，若搁加桥仔头人的人情甲当中票，应该毋但安尼。开始的时。选票差不多，一直到最后，剩一票也未开的时，是141票对141票。简单庄内人就有142票啊，一声稳赢。若在最后一票，煞讲是废票，两边变票。照选举办法规定，两边变票，就要用抽口拼气运。
整理为念阿弥陀佛，为是阿门的，拢替清义啊的手气祈祷。佛祖甲上帝大概嘛较我家人，清义啊抽书人落选。因桥仔头有500外张选票，才141人有转票。这位啊142个大人无得到假年生理人的票。事后去问，人讲是做生理无用去转票，算起来嘛是走一票去。证人咧认为讲是想会无转互家己转的人，若毋是走迄票，应该是142对140票，安尼就免抽口啊。清义啊，就做里长啊。清义啊，共款伫树仔骹困，听到人讲伊的名，就是咧过意。紧闭起来讲，抽书是我歹运，我绝对无走票。毋信你会使去查选票，我的印啊，有转伫遐，林清义3字转甲明咧。这时，证人才知影，最后迄废票为倒来。就是差伫候选人家己迄票，过意嘛无较绝，伊也毋是挑工的。过无偌久，转院即嘛要是开大钱去请电话，整理着对咧牵，过来就无人搁选里长啊。